因为想说这个公道我这边已经很久了，终于可以在今年通车了。那我觉得通车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那我们市政府就是说，我们通车一定要找德高望重的我们的老人家一起来走这一条康庄大道，他们都是我们当地明德里的住户。之前没有通的时候，造成就是大家周边一个交通上面的非常非常的不便啊。真好哦，安尼落去哦，足方便的。啊，无你就搁运啊。我们大楼的群组，包括水交社文化园区，包括我们大城里的民众，因为能够通车，增加了我们的交通的便捷。今天就是这个正式通车以后，我们真的就如同我们过去所说的，我们期待整个交通网是连线的，这样子会带动地方上的繁荣之外，我想路人的行的安全非常重要。很高兴看到它通车，因为真的期待很久了。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婷。南区健康路因紧邻佳琪中学与台南高商，总在上下班或上下课时间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更别说假日观光客一入是市区必塞的一条路。台南市政府公务局为要分流车潮，新辟了新兴东路。之后，民众从安平工业区转进新兴路后，将可以穿过西门路直达南门路，交通路网更完善。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公务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公务局长施金安。新兴东路呢是都市计划是这个公园道，那宽度是40米，那长度大概是300米。台南市公道呢大概有5、6条，那这是可以说大概是最后开的一条道路。另外还有一条公园南路有一部分没有开，那其他都开辟完成。那因为它是公园道，所以我们强调的大概就是绿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大概两侧有1.5公尺的这个绿化，然后汽车道和机车道分开的地方呢，还有2.5公尺的这个绿化的这个植栽，然后在中央分隔岛还有5米，那所以它是比较绿意盎然的一条道路。那它就是希望公园联络这个公园和公园，那这条道最主要是联络这个体育场，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开的就可以到体育场。那开辟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说因为它和健康路呢，它是这个平行的，所以有一部分的车辆呢可以稍微疏解。那这个案子呢，大概我们的经费大概是5400多万，那土地是公有地，但是解决公有地大概因为有一些占用的。租用的大概解决了1、2年，所以好不容易呢，那今天能够开辟完成，那所以呢，未来的话，我们台南市会增加了一条比较绿意盎然的一条公园道路。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亿万营养大理徛伫阮住民的身份，希望表达珍惜高中及进修部，就因为侪阮住民少年时期无爱读册学生，到了要就业，就面临高中拢无毕业的困境，所以伫准日顺积极向教育局来请命。虽然根据了解，目前公司的高中级的进修部伫大台南就21位，不过因为范围相宽，嘛希望有机会正式。对此，市长具体回应，希望伫要高中级的区域，透过国中来设立高中的部校。当我们去找到很多工作机会的时候，一去提供，然后一问说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高中学历，没有办法去，不要都应届逃楼啦。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原住民族人身上，其实在台南市民很多有这种问题。所以在业务询答的时候有要求，有请教育这个地方可以多帮忙。针对所谓公私立高中者进修部的学校这个地方，我们目前有21个学校，可是您看那个图就很清楚看到，它是分布得非常散的。市长，你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可以提供协助的想法吗？需求者为导向，到底我们的原住民朋友们他们到底需求是什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资讯，我们可以来协助跟引导。因为现在高中职的部分，18校在分布的地方
其实应该也还好，因为不叫国民教育。我当然是针对原住民族人的起心动念去设想，但是这个问题不止原住民族人会面对啦。我们现在的这个部分大概都集中在有设高中或高职的地方来办进修学校，但是没有设的地方怎么？虽然我们台南市的高中职在全国评比起来是吧，数量是蛮多的，但是以台南市的服务员来讲，没有设高中职的地方，是不是可以考虑过去也曾经办过的方式，就是在国中那边来用一个高中补校啊，类似这样的。那我们如果看这个区位，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有一些地方可以？当然不是每个地方37区每个地方的国中要，可能是在周边辐射的一个中心点找一个国中。这算议员所争取原民资源中心的新据点，原本打算伫林德，不过教育局长表示，因为徛伫征收用地无法度使用，所以将伊设立的规模，搁再来讨论找适当的地点。另外嘛，因为中心的能力是以调用，所以认为应该设立伫教育局，包括预算编列嘛同款。特别已经实施多年有成效的原民小子、族群比赛等等，持续向市府来请兵。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伟伫上午总日顺关心青年政策，包括劳动、青年公共参与等等。不过，根据了解，市府编列相关的青年预算，占绝多数也是青年主体。现况住伫北门路甲公园北路的青年主体，预计112年启用。对此，议员嘛进一步替南科未来发展有真侪青年来就业进驻，所以希望伫南科中下区的保留公共设施来建设。对此得到市长认同。接下来，因为我们南科来这边就业的年轻人也很多，而且密度也很高。那我想说，未来是不是有考虑在合适的一个我们的目前有整个南科区有几个不错的重划区哈，还有目前有在开发的区域，如果有保留到公共设施，这是不是可以往这方面去思考，看有没有去设计的可能性？好，谢谢李议员。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尤其我们本来的政策的目标就是鼓励在南科或周边地方就业的一些年轻人，能够在增加这个生活机能，在地能够居住，不需要一定要住在城区里面。你住在城区里面，增加那么多交通流量，增加那么多空污，坦白讲都不经济的。它的时间也是耗损在交通，尤其要增加交通的危险。所以对于年轻朋友们。事实上也不完全是只有年轻朋友，对于南科的员工们，我们是蛮鼓励他们在周边的善化新市安定等地那边居住。另外尤其对年轻人，年轻人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一点，所以说在附近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新建青年住宅、青年公宅或者是社会宅，我们青年的社会宅我们是可以考虑的。另外，议员嘛针对虎头埤110年的立美化行销活动费用，一直到游客安全维护等等，一并要求观光旅局加强。根据了解，虽然疫情期间，不过甲去年比较起来已经成长2成，所以要求市府进一步甲中兴林场、大坑168景点来共同结合规划轻旅行。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2024年，台南将迎接建成400栋的历史时刻，市府将各规格来筹备。所以文化局向中央提出的大南方计划，争取8亿的庞大经费。不过，议员柯立立伫总日顺一开始就批评，建成400栋竟然只有双城的考古甲旧城区的文化资产修复，相当不满。建成400年，你还要再去做考古，2024就已经要迎接建成400年了。你做了热兰遮城考古，你光是一个现在赤坎文化园区去挖到一个遗构，你就没有办法动弹不得了。我不知道说你建成2024年是要来人家来看我们的考古结论呢，还是要来参观我们的古迹区呢？旧城区文化资产修复，现在目前还有多少没有修复的？你预计要花多少钱？大概几个部分哈，一个是双城的考古，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的考古，还有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我们在府城区里面的古迹历建尚未修复的部分，希望在2024年的时候把这些具有文化资产身份的部分把它修完。
另外要进一步检讨的就是顶北方文化园区有真侪有形甲无形的文化资产，特别是明治时期甲日本时代台湾军事基地。不过，这历史价值、环境老旧，拢因为经费不足一直下咧。议员除了要求编预算征收施助，还要求将米其林3星的13条观光路线进行规划，进一步甲历史街区串联。中西区的历史街区，包括八旗径，好，包括南沙宫，包括我们的所谓的那个蜗牛巷。为什么他们现在会那么多的背包客？是因为你把它点点都相连，用历史街区把它串起来。那我们正北返文化园区有开基天后宫，对。开基天后宫第一个台南庶民不是关庙的那个妈祖庙，还有开基玉皇宫，三山国王庙，你拢在征收，但是恁无把店串起来。正北返文化园区为什么没有那么办法那么蓬勃？是因为你点点不相连啊。接下来，我想北区刚刚你所提的这些，就是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目前都有规划哈，那当然也要经费到位了哈，我们会逐一把它串联起来。台湾区里的总集选一直以来火力，无因为执政党有所保留，但倒是就事论事，强烈监督，包括市场的政见嘛一并检讨，毛官员批评甲红红。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东滨爱心会长期关怀弱势，成立16年以来，帮助过真侪孤苦的民众渡过难关，受到社会上真好的评价。爱心会这次办理发送爱心便当的活动，是因为受到第一店海产大头家欧公营多年来固定发送爱心便当给家友的义故所感动，因此号召会员以及各界善心人士的力量，为即马开始固定伫每礼拜3发送弱势爱心便当。阮东边爱心会吼，因为成立以来到目前已经16年啊。16年吼，我感觉讲我一直拢是咧做咱一寡吼咱的社会吼，社会局无法度通好去注意到的，所以阮会拢会做一寡展奖，甲一寡咱吼一寡图纸甲一寡编言户吼阮有史以来。到目前为止，咱所做的就是讲，咱过往咱的收袂吧，这是阮的重点，所以咱无法度收吧，这就是阮上爱做的吼。所以咱的这个今仔日我就是看到吼咱的乌干仔哥哥吼阮的辅导老师伊做讲真好，我嘛足认同，所以吼伊就来做叶卡波来甲阮辅导，阮今仔日。开始为11月初4，每一礼拜拜3，阮就是发放便当。今仔目前是100粒，来后壁阮组量还阁再增加。但是我呼吁咱遮有需要的人，每一礼拜拜3，会当11点过来阮这个。仔细讲一下。台南市南区中华南路2段249巷18号。看到有其他爱心单位因为伊的善心行动，嘛加入关怀行列，这互第一店海产大头家欧公营非常的欣慰。看这些人咧做爱心，我嘛真欢喜，因为咱的做政风后壁这一直对咱，真正感谢这东滨爱心会，伊若真关心，伊来我讲，伊若想要来安尼帮忙这些弱势的，我嘛讲加油，我一定会甲因斗骹手，互咱的这个爱心会台南市。这愈侪爱心来帮忙，愈侪这弱势团体。市员林美燕嘛告场致意，感谢社会爱心。虽然一个小小的一个便当呐，但是它代表的是很多很多的爱心，然后
食饭是上重要的，食饭是上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讲，借着这边的爱心会让所有的爱心散布到各个角落里面，让社会更加的温馨啦。除了便当以外，知名茶饮连锁一代茶师嘛捐赠饮料，嘛有爱心人士林子修特别加码规路养生汤，希望予弱势朋友会当享用到上温暖的美味。未来爱心会伫每礼拜三伫南区中华南路2段249巷18號，會持續提供愛心便當的服務，嘛歡迎社會上有能力有愛心的朋友，做伙加入關懷弱勢行列。愛心便當，溫暖你的心。台南新聞張碩偉採訪報道。社會上有愛心的人甲團體非常的多，常常會幫助弱勢捐贈物資，也或是捐款。但有的時陣會出現中福捐贈的狀況。對此，市府去年推動了線頂的公益平台，慈善團體也或是企業在登錄會員後，就會使登記辦理捐贈活動的地點甲時間，避免資源過度的集中。現在社會局也將這個平台升級改版，加入了更加多元化的功能。會員會使選擇想要捐贈的弱勢個案，也或是社福計劃等等。目前平台總共有89位的會員。市長委託也呼籲宗教團體、社團法人、企業等單位做伙來加入會員，串聯愛心。這個社會公益平台是我那個時候在去年的時候，我們推出要求社會局所推出的一個構想。那麼將來事實上這一年來也發揮了相當多的功能，但能夠讓發揮愛心的人跟需要幫忙的人能夠做一個最好的一個交流的平台。那麼現在又碰到了這個，因為試行的推行的績效不錯，所以說我們要加以升級。所以說也希望說，隨時有需要幫助的人，我們就可以把它放上這個平台。隨時想要幫助別人的人，我們可以借着這個平台的媒合，能夠讓他們的善心能夠用在刀口上，能夠發揮所當發揮。因此呢，我們覺得很樂於見到這個社會公益平台的再升級，將來也會視實際的推行的狀況，來隨時動態的改變，也希望說這樣子能夠給見證台南市是個有愛的社會。社會局也強調，公益平台頂面所需要協助的對象，都是經過專業評估的，讓慈善團體會使安心來支持，也會使達到社會資源無浪費的目標。但新聞局報以採訪報道。台南作為文化城市，城市當中有各種無同主題的博物館，其中位於南科的南科考古館。因為當地豐富的歷史文化，所以也佇遐發現了儕台灣在地的文物。為了讓更較儕人會使熟悉因的博物館，甲了解這的展品，南科考古館佇文資處的牽線之下，甲市府文化局來合作，佇台港文化中心舉辦了一個史前動物出遊區的展覽，透過台灣過去動物相關的資料甲文物，要讓更較儕民眾熟悉台灣史前的文化。我們在南科考古館這邊展的就是南科園區發現的這些很多超過800多萬件的文物。那這次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是因為謝謝文資局這邊的支持。那因為有一個再造歷史現場計劃，然後他支持我們南科考古館在館裡面辦一個這樣子的動物的特展，動物交響曲特展。那為什麼辦這個展？因為其實在人類我們各位在人來到這個台南這個土地之前其實大家知道嗎？其實台南這個土地有很多很多的動物，它是一個動物的天堂，動物的樂園。那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個展，讓大家知道說，在我們人來到這邊之前，這塊土地上有什麼樣子的動物，那這些動物它是怎麼樣子，它代表了什麼樣子的意義。那其實我這邊講的會比較嚴肅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了這個展就會知道，從人還沒有來之前，動物跟環境的關係，是一個動物的大樂園，然後到人出現了，人跟動物的關係，所以這部分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展覽，讓大家去認識我們史前的這些很有趣的故事。黃主任把我們南科考古館一個很重要動物出遊的展覽拿到我們台江文化中心。我想我們地上的文化正在逐步的一個累積，也一直在增加了厚度那其實台南市有很多地下的文化遺產，其實更加的精彩。那這個部分，因為南科考古館的一個成立，這些部分也慢慢會被發掘，慢慢被設計，然後做出各種不一樣的一個推廣展覽。我想這是其中的第一步那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地下的一些文化史城的一些展現，讓這樣的一個文化城再次的被看到。27號上午，文化局也特別邀請在地幼兒園來參觀這屆的展覽，主辦單位也特別準備了學習單，讓小朋友一邊耍一邊學習新的知識。
同时为了配合这届的展览，台港图书馆也安排了2本甲展览内容相关的绘本故事，透过多面向的方式，让民众会使熟悉台湾过去的文化故事。这个展览将会展出到12月13号。如果看完这个展览感觉无够的民众，嘛会使亲自行一转南科考古馆，相信会有更加丰富的收获。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肌肉病变不只是一种老化现象，常见伫咧家族性遗传以及部分特定基因的族群，患者会出现大腿肌肉无力，就连久落来徛起来拢真吃力，有当时佫会出现放地势流的状况。这时阵就要赶紧就医检查。每一个人就是常常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肌肉会酸痛啊，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脚就是麻麻的啊这个样子。可是我们大概也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一天一个礼拜就是很多次都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所以很多人就是也因此就是觉得肌肉就是顶多就是麻麻的啊，然后酸痛这个样子。那我有这些症状，我就是贴个酸痛贴片这样子就好嘛。很多的病人到真正来我们的门诊求诊的时候，其实他肌肉的问题已经拖非常久的时间，甚至就是好几年、几个月到好几年都有。那有的时候其实拖了这么久的时间后，其实病人来的时候肌肉都已经萎缩了啦，就站不太起来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去做诊断啊，那虽然可能还是能够有一点点的进步，不过因为肌肉萎缩已经太严重，所以其实病人后半辈子就是可能还是就是得要靠坐轮椅、拄拐杖这个样子。肌肉病变这种疾病，主要是跟自体免疫疾病有关联，医生会采用类固醇以及自体抗体的方式来治疗。它的治疗方式其实只要就是用类固醇或者是一些免疫抑制剂，大多数的病人其实病症就是可以被逆转回来成就是它等于是有点像是发病前，只要他不要疾病到太晚期，可以恢复到发病前的那个状况。廖伟安医生表示，肌肉疾病类型真多元，需要跨科医疗团队合作，才会当正确诊断。民众若是出现大腿无力症状，就要尽早就医诊断，避免延误就医的时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人的鼻仔因为当中的结构复杂，所以如果有鼻窦炎的状况，传统的手术拢需要将面皮刮开来进行，但是造成的空喙大又搁需要断医足侪工。为了改善这种情形，基比医学中心特别引进了 3D 立体定位的设备，只要患者伫头壳顶挂着感应器，配合系统就会使建立 3D 的影像，就亲像鼻腔的地图同款，让医生伫手术的过程会使更加顺利。同时，空喙嘛较细，断医的时间嘛只需要2工。那目前呢，3D 导航的系统呢，在我们手术的时候能够提供及时的一个3D 影像的一个辅助，这样子。那它能够将病人术前的一个电脑断层的影像，那呈现在我们手术内视镜影像的一个旁边，这样子。那并且呢，随着手术的进行，它都会及时的呈现目前这个手术所在的一个位置以及附近的解剖构造，那提供医师呢能够更精准的去治疗鼻窦的一个疾病。那在复发性的鼻窦炎、鼻息肉，那以及鼻肿瘤的一个病人呢，都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医师表示，现在这个手术是会使健保来支付的，民众如果有鼻窦相关的症状，嘛会使向医生来询问。那目前呢，鼻窦手术呢已经获得健保的一个给付这样子。那在一些复发性鼻窦炎的病人鼻息肉的病人以及鼻肿瘤的病人，那都能够造福广大的一个患者。那目前来说，大概有2成到3成的病人呢，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急性鼻窦炎大部分拢是感冒过后细菌第2届感染所造成的。慢性的鼻窦炎就是无经过治疗，或者是治疗无好的急性鼻窦炎演变过来的。当中的原因也包括空气污染、食薰、二手薰等等。尤其现在透早甲暗时的温差较大，感冒的病人嘛要多加注意。咱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